大家好，早幾日返大陸揸車，遇到驚險一幕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話說當日天氣晴朗，視野良好。我載住幾位朋友從廣州經高速公路返緊珠海口岸，當時呢段路大約行緊每小時120公里。你知大陸高速公路車速上限比香港高少少，去到中山附近就遇到一位唔遵守交通規則嘅司機。其實你睇成條路都冇乜車，按理又點會出現馬路炸彈？就係唔知點解咁好彩，行呢種冇乜車嘅路，都可以俾我遇到馬路炸彈。話說嚟到呢個位，開前少少就有一個匯合位，前面有部重型車頂住，白車司機就突然由右線轉入中線，我當時行緊120左右，而前面重型車大約行70左右。白車轉線，可想而知我要剎車剎得幾緊要。幸好我有預感佢會強行過線，所以我只係長響按剎車就算。不過就已經令全車朋友從甜夢中驚醒，下頭望下佢，原來司機是一位亞禪。唔知係咪大部分亞禪都冇乜安全意識？